今日我哋嚟到慈雲山嘅慈康村，3房1廳400尺嘅家私，我哋用咗6萬蚊鬆啲，呢種現代簡約風，好啱香港家庭用㗎。首先入到嚟，我哋右手邊就係廚房同洗手間啦。咁呢個玄關位相對會窄身少少，我哋喺設計上就設計咗呢個半身嘅鞋櫃，非常之精緻㗎，可以放晒全屋嘅鞋喺入邊。嚟到梳化嘅左手邊，我哋喺客廳呢個位置設計咗一個書台櫃，唔好浪費客廳嘅位置。冇人嘅時候，自己嘅人喺度溫書，夠晒自在啦。嚟到飯廳呢個位置，我哋因應客戶嘅要求設計咗呢一個神位，而且仲要預留埋冰箱嘅位置啦。麻雀雖小，五臟俱全㗎，儲物量仲好夠添。入到嚟呢一間房，我哋就做咗一個地台床啦。一個 L 型嘅儲物櫃，再加埋呢一個到頂嘅衣櫃，用盡晒成個空間嚟做儲物。咁我哋嘅床頭櫃嘅設計咧，有一個層板嘅設計咧，而且有一個下翻嘅儲物空間啦，咁可以將啲雜物放喺入邊，咁成個收納起身就非常之骨子啦。我哋嚟到第二間房，咁樣客戶就要求想保留翻呢一張碌架床啦，所以我哋喺設計上面咧就增加咗呢個可以側開嘅書櫃。加埋呢個吊櫃，既可以增加收納空間，又可以滿足客戶保留呢張碌架床嘅要求。咁我哋嚟到呢個主人房，我哋因應翻樓底嘅高度，我哋做咗一個全地台嘅設計啦，仲包括埋一個床頭櫃啦、到頂嘅衣櫃。咁樣我哋用咗原木嘅白色，再襯埋木色，成間房充滿日本 feel。以上係3房1廳嘅家私，用咗6萬蚊鬆啲，你覺得抵唔抵？即刻 PM 我哋啦！